大家好啊！咁踏入2026年，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啦！咁我最近睇電視留意到有單個案啦，咁關於租務糾紛嘅都幾值得分享。話說有對夫婦嘅租客啦，租入咗一個住宅物業，租入咗之後咧，都發現咗有零零星星嘅問題。最大問題就係佢哋發現咗嗰個星盤去水嗰條渠咧，經常淤塞啊，咁甚至塞咗幾個鐘先通到。咁聯絡個業主亦都冇好積極咁去處理。咁佢哋迫於無奈啦，自己揾咗師傅去睇啦。師傅睇完都覺得條渠塞得好犀利，要換渠嘅。咁佢哋未經業主同意嘅情況下咧，自己揾師傅去換咗呢條渠。咁換完之後啦，咁業主就反話翻個租客啦：你冇經我同意喎，點解可以自己揾人去換渠㗎？咁你亦都冇做一個合理嘅報價。咁最後呢個租客其實都迫於無奈啦，想提出退租啦。但係佢用咗一個唔係太好嘅方法，佢就咁單方面就同個業主出一個通知書，終止呢個租約，甚至要求業主退翻個按金俾佢。咁佢之後仲去埋小額錢債去追呢個按金啦。咁個小額庭都判咗呢個租客敗訴嘅。第一咧，佢睇翻個租約條款，原來都寫明業主係唔需要負責維修。咁變咗喺呢個案裏邊咧，個租客係唔可以因為呢樣嘢去 claim 翻個業主啦。咁第二啦，就係佢亦都冇合理地喺個死約期裏邊同個業主解約啦。咁變咗個租客需要賠償翻嗰個業主一啲租金嘅損失。咁變咗呢單案其實都個租客係敗訴同埋需要負擔翻一筆費用嘅。咁首先我建議咧，業主又好，租客又好啦，當你哋睇樓傾好咗想租入一個物業嗰陣時咧，基本上個租約上邊一定要有清晰嘅條款去界定翻個維修責任。坊間好多租約都會咁嘅，業主負責可能結構嘅部分啦，租客就負責一啲可能家居裏邊嗰個內部嘅保養維修啦。通常都會寫明一句就自然損耗除外嘅。咁所以如果你正常使用下，其實業主係有責任維修嘅。不過都可能有啲例外情況。因為我哋都有啲客戶咧，佢寧願唔想花費一啲維修費用啦，喺個租約特別寫明啦，業主係唔需要負責任何維修嘅，租客需要自己自費負責。咁所以呢啲就真係要睇得好清楚啦。當你租入嗰陣時，大家要傾清楚係咪真係同意呢啲條款咯？點解會有啲租客願意簽入呢啲租約咧？其實可能佢想慳翻一啲維修嘅費用啦，咁用一個可能比市價低好多嘅租金，等個租客自己負擔翻一啲維修嘅費用，咁變咗亦都會有呢啲咁嘅案例啦。其實因為如果你遇到一啲關於業主需要負責嘅維修咧，其實需要先得到業主同意同通知咗佢去處理。咁假如一啲可能真係緊急嘅情況啦，聯絡唔到業主，當然係可以合理情況，租客可能揾師傅去處理咗先啦。咁但係如果就翻呢個案例啦，佢講緊係一個塞渠嘅情況啦，咁呢啲未必真係歸於一個非常緊急嘅維修。咁建議翻個租客真係可能書面或者電話聯絡翻個業主，得到佢同意先去處理呢啲維修咯。咁最好當然由業主自己處理翻啦。咁我亦都建議租客真係唔好自己未得業主同意下，私自維修完將個租金就咁扣除咯。因為如果你維修完可能當你整咗1000蚊嘢喺個租金度扣翻1000蚊啦，咁其實喺法例上啦，其實你係欠緊1000蚊租嘅。咁業主可以因為咁樣去告翻個租客欠租，甚至收翻個單位嘅。始終個租約業主如果真係冇違反租約條款，租客咧其實就喺4約期唔可以隨便解租嘅，唔可以話隨便一封信就咁可以退租嘅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，有個風險就係業主可以追究翻你冇交到嘅餘下部分嘅租金。例如可能你個死約期仲有3個月先完嘅，咁業主有權去追翻呢3個月嘅租金損失嘅。建議租客如果真係個單位唔適合住，都同業主大家雙方傾一傾，會唔會有啲條款大家可以自行解除呢個死約，簽訂咗先好退租，咁呢個就最穩陣啦。